好啦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立法院又搁爆发着口角的冲突。今仔日是来处理着总预算复议案的质询，邀请到行政院长杜英泰来报告。由国民党团的总调鲍坤基、叶头基13个人联合来质询，而且是点名部会首长轮流就台。甲官员问讲，今年的预算比去年加出偌济？这官员未晓应声。鲍坤基直接来炮轰，讲无责任就换人，这时候院长杜英泰真不满，双方就呛起来了。不适任的部会首长要换掉。为了总预算的复议，行政院长杜英泰都大上避春台，就听到讲，内阁成员也无责任都要换掉，因为进前今年预算增加偌济，真侪人讲不出来。北西，请教你今年比去年多多少钱？不是，不会太多。内政部主管今年比去年多多少金额？不知道，那你怎么做部长？今年预算比去年预算多多少钱？不晓得。好，部长请回。新会期头一摆伫议会，3个人联合质询45分钟，一个点名，拢是部分基的主导。除了总预算的质询，说来又搁讲华东快速道路的跳票。为什么给你们这么多的总预算，但是都不能用父母心来看整个国家的建设？报告可耻的事情。报告副院长。这是公文都在这里，阁员在这里，公文都在这里，指责阁员说谎。我很愿意跟委员对话，那委员不是说谎就是敲桌。所来讲到台积电去美国投资，又搁引起修正。今年关键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都搬到国外去了，那是几年以后的事情，委员知道吗？什么几年以后？那什么内阁啊？所以院长，不是，委员的意思是。不能出去。当然不可以出去啊！这是代表全国国人同意没有？你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？这是护国神山呢！这样讲话是代表中央政府吗？我代表我们中华民国国会中央机构。我代表中央政府，我欢迎我们国内的厂商对全球的布局。这几尾正硬叫何议长来，民进党立委拍扑鲍坤基搁转倒离开。过来这边讲啊！去立法院报告总预算的复议案，讲的拢是经务的问题。议长来充满火药味。今日处理总预算，明仔载质询再违法，恐惊又搁是表决大战。Hello， 我是张新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